明仔双十节休假，气象署是提醒，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的云会较高，不过加在这雨水是减少，也若是中南部是维持好天。不过，这咱全台湾的观众朋友拢要注意，早暗的温度起起落落是差真济，上凉会降到22度，提醒大家早暗都要加套衫。拜四就是双十节，为着要迎接国庆大会，总统府头前街路顶面拢会当看到国旗。不过看对天顶高高的乌云，敢若随时拢要闪大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这2天的雨水真高，天气嘛变凉冷。气象署表示，双十节这天同款受东北季风影响，不过雨水会减少。清晨呢，在北部这边仍然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到白天之后呢，在北部地区降雨情况会越来越减缓，大致还是为多云，那偶尔是可以见到阳光。对于中南部的朋友的话，整天大致都维持晴到多云，要留意是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这边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早暗温差真大。北部地区日时是27度至29度，中南部是30度至31度。不过各地低温差不多是伫咧22度至24度。气象署提醒拜四暗时要去云林看国庆烟火的民众，要留意温差的变化。那不过因为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各地的低温哦，普遍还是22到24度左右，感受上就稍凉一些了。东北季风到位，各地天气开始转凉，台湾进入秋天的天气形态。气象署提醒民众，未来1礼拜早暗温差拢真大，上低温会维持伫22度至24度。提醒民众出门爱记得走外套，避免感到预防感冒。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